继续来关心一桩车祸的消息。嘉义市有一对翁仔某伫咧青顶要过路的时，去互一台要倒弯的轿车撞到，两个人全吊伤送病院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驾驶无食酒，毋过伊无让过路人先行的部分，相当会当罚3600块吊扣驾照。伫斑马线要过马路的民众，当车厢顶变青顶通行时，开始过车路才行无一半，就去互倒弯一台乌色轿车弄甲飞出去，人倒伫路骹。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，赶紧将人送去病院。伤者坐在车边，疑似这个遭受车子的撞击之后，左侧感到酸麻，全身多处擦伤，以及这个颈部有疼痛的一个状况。代志发生伫初二下晡要4点半的时阵，一对翁仔某伫嘉义市西区的上海路甲新建街路口要过车路的时阵，伫斑马线后一台轿车撞到。经过警方调查，驾驶无食酒赛车。倒弯的时阵，为着要抢紧，才会来发生事故。开车难免会有 A 柱，可是他那应该是闯红灯，还是希望开车的人要小心行驶，要看清楚，不要抢快这样。速度袂使紧啦，紧到拢会疏忽去啦，嘿啦，人拢袂使车讲啦。警方表示，肇事的驾驶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追究法律责任。伫路口无让过路人致使受伤，相当会罚3600，吊扣驾照1年至2年。嘛，呼吁赛车也是骑车的人，walk进路口速度较慢的，按让过路人先过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